世間，有好多感激生於萬物嘅，相互給予同成全。自然與生活嘅交融，猶如呢個流水，匯於人間煙火。東阿阿膠呢一抹琥珀色，喺3000年嘅傳承中，水煉精華，成為送俾時間嘅禮物。一輩輩阿膠人嘅匠心，一重重阿井裏嘅初心，詮釋中醫藥嘅血脈根軸。東阿阿膠成立於1952年，係中國首家國營阿膠廠，以技術革新，開啟咗阿膠工業化進程。改革大潮奔湧，東阿阿膠不斷完善現代企業制度。1996年7月喺深交所掛牌上市。2005年正式加入華潤集團，春風化雨，萬象一新，駛入高速發展快車道。現已形成咗涵蓋阿膠系列產品及其他藥品、保健品、食品嘅研發、生產同銷售嘅綜合性生產經營體系。喺聚焦阿膠主業嘅同時，打造1、2、3產業協同融合嘅發展模式。東阿阿膠深度融入國家大健康發展戰略，履行央企社會責任，為品質立信，為團隊立志，為行業立法，為新聞立命，為民族立宏。呢個係東阿阿膠人嘅宣言，亦係永不停息嘅奔赴。根據集團1246戰略，初步形成一個定位、雙輪驅動、三產融合、8大能力嘅1238未來戰略思考，為中醫藥同大健康領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。東阿阿膠將厚道、地道、傳承、創新嘅核心價值觀融入中醫藥企業之魂，依託國家膠類中藥工程技術研究中心，打造1中心3高地研發體系，重新驅動阿膠產業鏈高質量發展，推進數字變革，發展智能製造，打造敏捷高效供應鏈體系，堅持做綠色發展理念嘅踐行者。每一次堅定嘅選擇，係東阿阿膠蛻變嘅力量；每一步探索嘅足音，係東阿阿膠初心嘅回響。70餘載風雲變幻，不變嘅係東阿阿膠受人濟世嘅初心，努力成為大眾最信賴嘅滋補健康引領者，傳承精華，守正創新，讓滋補國寶東阿阿膠薪火耕俗，生生不息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